司法部公布调查，高调地图，哔哩哔哩爱记艺一寡中国的 App 有收集用户的资料，传登中国境内风险。美国华盛顿州有纸厂的化学造破去14伤，比利时有校车冲入铁轨路口，火车落落，尚无4人死亡。美国 NASA 月球基地3阶段计划，目标今年去记录月球的地貌，2029年搁送人类就月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开记者会，说明18项新政策，当中也包含这站一直咧讨论的0到18岁成长津贴，也佮有延长婚假、产假、陪产假等等。有人请假，就爱有人代班。劳动部也推出因应方案，职务代理人一天会当领800块津贴。目前这修法的草案是已经送行政院审查。若是立法院三读通过，上紧明年1月7日就会当实施。为着要解决少子化问题，总统赖清德拜三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为育囝、教育，甚至到优先市场等等做全面的升级，就是要减轻育囝劳工的负担。劳动部嘛开记者会说明，配合新措施会推出优先市场的配套，包括延长婚假、产假、甲陪产假，各用 A 流程升级做育囝假，请假日为30天延长到60天，嘛推出育囝减工时未减薪水等等的措施。职代的津贴制度不是只是给减少1小时制度，包括我们刚才说婚假、产假、陪产假，因为育儿而会请的假别，也都可以来补助职代津贴。那它可是以日哦，这个会是不分规模的，每名员工只要有做职代的工作的话，每日我们会补助800元。对企业来讲，员工请假的时间变多，甲人力调度拢是问题。劳动部希望用补助薪水甲职务代理来鼓励企业，互员工出来有12岁以下囡仔的家庭，通缩短1点钟的工时。有人的银行嘛肯定这项政策，认为通替企业留人才，发展嘛就稳定。比较在意的是那个主管在员工临时请假，他会工作安排要赶快找职务代理人。所以，如果中小企业他们确实如部长讲，就是人力没有那么多，他在安排上面会比较捉襟见肘。那如果说有提供职务代理人，他愿意去接他工作，会有补贴，相对那个人做起来会比较心甘情愿。劳动部认为优先制度嘛，就透过修法来实施。目前性别平等工作法甲就业保险法修正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查，若立法院三读通过，相信明年正月7日就会当实施。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回台今仔日伫咧台湾总部有定地北树科T17、T18举行员工大会。黄金芬也表示讲，是当年会伫咧咱台湾投资1000亿至1500亿的美金。台湾总部今年底会动工，按算伫咧2030年启用。不过黄金芬也搁再强调讲，咱台湾未来是需要搁较侪电甲能源。经济部长蒋明鑫就表示讲，到2034年进前，未出现供电的问题。天啊，遐尼水，拢无人要来哦。回答员工大会日前伫台湾新总部北树科T17、T18顶场，做执行长黄金芬，甲大家介绍总部建筑物的设计。若是无电梯，挂用大量的玻璃帷幕，甲打造做透明的建筑。黄金芬讲，总部会伫今年底动土，按算2030年启用。伫台湾的投资金额嘛，对4、5当前的100亿美金到150亿美金，扩大到当年投资1500亿美金。We're spending going to $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黄金芬表示讲，面对 AI 的高速发展，人类袂因为 AI 失去工课，但都会烦恼讲会疏忽会使用 AI 的人，因为安尼失去工课，鼓励大家加用 AI。台顶的黄金芬嘛大学了，台湾是 AI 革命的准用，是整批先进封装的当阵，但是要发展 AI， 就需要搁较侪电和能源。Taiwan is definitely growing, and one thing that I've said several times, and 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say it now, Mayor. We could use more energy in Taiwan. If you want to grow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you need energy.
energy growth is fundamental to the GDP of Taiwan. 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经济部长景明钦强调讲，若辉达除了北树科总部，未来阁有其他重大投资，希望会当互经济部和台电知影，才会当互政府提前做好供电。参加辉达员工大会的台北市长周万安，为了欢迎辉达进驻台北市，强调台北都是辉达的家，佮送台北市的锁匙做礼物。NVIDIA will help unlock the next era of AI innovation here in Taipei. Where is the door? 周万安表示讲，辉达员工大会是代表台北行向世界发展 AI 的起点。对辉达还未申请建造，周万安是讲，市府会互因各项行政协助，而且加速审议的流程，强调一切尊重辉达规划的相关时程。记者综合报道。对抖音小红书到最近引起讨论的高德地图，真侪中国的 App 拢牵涉到治安，甚至是国安问题。司法部今仔日就公布一份调查，点出讲导航 App 高德地图，也佮有看影片的 App 哔哩哔哩、爱奇艺，也佮有开讲交朋友的 App 比某，这寡 App 拢是有治安风险的。这寡 App 恐惊是会收集用户的位置，若是开镜头是会收集即时的影像。亲像高德地图，就受人质疑讲，台湾揭露的资料，甚至是关键设施，这寡情报恐惊拢会落入中国手头。也若是资讯的部分，咱是有可能会甲个人的资料、信用卡的资料欠伫咧手机的内底，这都有泄露的风险。根据司法部的调查，这寡 App 拢有甲资料传去中国境内伺服器的现象。目前，除了公家机关是明令禁止使用中国 App， 司法部也建议一般民众，若是用到这寡中国的 App， 也爱特别注意。最近在网络有真侪使用者伫分享甲讨论高德地图，伊毋但通规划路线，阁通预测测阳灯的时间，也会显示3D 的记录景地等等。这个手机啊 App 是中国的高德软体公司开发的，属伫阿里巴巴集团下底。咱司法部第2次发布治安检测结果，发现高德地图会使用甲主要功能无关系的隐私权限，会偷取信用卡资料、健康记录，也有影无资讯等等。App 就准讲无开利用，嘛继续传资料予中国的伺服器，拢总是有11项风险。信用卡资讯被截取了，可能就会被盗刷。高德地图呢，基本上也会在背景呢持续的来收集、读取影音，还有即时影像以及麦克风的权限。好，这等于说呢，如果今天呢我们在一场重要的商业会议，好，有可能我们的商业的机密可能就会被窃取。好，那如果我们平常跟家人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呢，我们个人的隐私也有可能被侧录。司法部指出，高德地图有情报收集、监控，也有治安渗透等等的国家安全风险。大众定在使用的哔哩哔哩、爱奇艺，也有比某3个软体，也发现普遍拢有相像的问题。根据《资通安全管理法》，咱嘛禁止公务机关使用中国 App。司法部嘛建议民众在下载 App 的时，详细看隐私权政策，嘛要在正式合法的商店下载，避免用到来路不明的 App。因为有一些 Android 的 App， 你不需要在商店下载。你只要是不打名字的 APK 就可以去下载安装。那这些可能是来路不明的一些 APP 的软体。那下载之后你删除掉，它还有没有一些后门程式留着？这个不确定。司法部嘛提醒民众，在移除有记录的中国 App 了后，应当爱重新开机，交留伫咧手机记忆体内底的停息清掉。若后续敢会禁止民众使用高德地图。司法部指出，会由各事业主管机关分别去讨论，敢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再来做决定。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国际新闻先来看意外消息，镜头先来看美国华盛顿州一间生产包装甲纸箱的纸浆工厂是化学遭破去，内底有毒的白色液体泄漏出来，现场的员工甲消防员因的气管、皮肤拢受伤，上无是有1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发生公安意外，这场工厂伫咧华盛顿州外奥勒冈州边界的朗维尤，是日本做纸集团下骹的迪维纳包装公司，负责生产牛奶等等液体、纸盒、包装材料的产品。At approximately 7:15, emergency responders were dispatched to the following rupture of a tank containing white liquor at the facility. Multiple agencies from across the region responded immediately and continue to operate on scene. The incident is stable, but is in recovery phase. Recovery efforts remain underway at the facility. 为在地媒体拍到的空袭的相片，会当看到
破去的杜尊泽顶头出现真大壁唇，而且佫唱白烟，上时杜尊泽规个凹落去。在地媒体就指出，这个杜尊泽内底藏的是强烈腐蚀性的白液，是做纸浆重要的原料，对人类的皮肤、呼吸系统会造成真严重的危害。根据媒体报道，受伤的员工甲消防员，有的是小烫伤，有的是属于吸入性伤害。There were multiple critical injuries, and patients were transported to hospitals in Longview and throughout the Vancouver, Portland area. At this time, there are also individuals who remain unaccounted for as crews recover and continue the recovery and accountability operations. 不过，华盛顿州的生态环保部门就指出，有毒的液体外泄的范围，敢若伫咧厂区内底，含工业废水的排水系统内底，对厂区外口的民众无明显的威胁，所以无发布撤离的指令。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等媒体报道，这间有日本商业公司投资的工厂，过去的公安记录无啥好，搁要伫咧2023年发生火烧。公司新闻徐家进编译。另外一件意外消息来看，比利时伊拉是有一只豪车，那像是冲入四机洞已经放落来铁基路口，这火车驶来根本就挡袂住，直接撞落，尚无是有4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不过，这只豪车的驾驶查出来是无食酒也无食毒，为怎样伊会硬驶入去铁基路内底，还阁会调查。一台白色豪车客货车弄甲严重变形，调查了已经拖入去现场。比利时检方表示，若照目前的证据看来，意外应该唔是食酒，而是食毒赛车所造成的。The train driver tested negative for alcohol and drugs. An autopsy will be carried out on the body of the bus driver to establish a clearest picture fo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ccident. 这件火车弄豪车的事故发生伫咧比利时北部布根豪特，当地时间26透早8点过。豪车车顶载7个特殊教育学生、1个随行人员、1个司机。事故造成49岁司机、27岁随行人员，甲2个学生有4个死亡，5个人受伤。火车顶大约100名旅客疏散，无人伤亡。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指出，可能滨高道的管也已经放落来啊，这台豪车佮冲过，才会造成意外。What we can tell you, because we have a technical camera installed at the level crossing, is that at the moment of the impact, the level crossing was closed. So that means the barriers were down and the red lights were flashing. So we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why the minivan was still going ahead.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condolences to everyone involved in this tragic accident. 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当时火车时速120公里，已经救车挡啊，也是甲豪车弄到19公尺外电塔所在。其中敢有牵涉到人为疏失，检方已经开始调查。比利时首相德韦福、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拢对这件意外表示哀悼。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自从伊朗甲美国烧战了后，伊朗的官方就甲这全国的网络对外的网络拢切好断，敢若是会当就因国内银行通讯这寡 App。即阵伊朗的政府是宣布讲会豆豆开放网络，外界就估计讲即回因封锁网络，伊朗一天上无是爱损失4000万的美金。原来是这场战争到底是要拍偌久，恐惊也有通好等。虽然双方是有咧敲停火协议，不过同时也继续咧发动攻击。双方拢指控是对方力气无抗。伊朗甲全国的网络切断88天了后，德黑兰当局宣布要豆豆开放网络。即届总共经过2000过93点钟，甲国际拢失去联络，毋但互海外伊朗人无法度甲厝内底亲人保持联络，嘛互伊朗的经济损失惨重。外界估计每一天的经济损失高达3000万到4000万美金，互真侪靠网络生活的大头、电商，也佮有自由工作者。拢艰苦这挂。درصد جنبه مثبت داره خب به هر حال الان بازار کارهای مجازی هم خیلی تشنه بازگشت به روال سابقشونه خیلی جنبه مثبتیه این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اون در نهایت مجازات قطعا به نفع ما میشه ولی تنها مشکلی که داره این فیلترینگ است اگه بتونن یه راه حل خوب و درستی واسه این قضیه ارائه بدن واقعا مشکل خیلی ها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是伫咧社群平台顶悬铺文，批评美国的主流媒体。川普口说，就算讲伊朗全面投降，军队的白旗举悬悬，美国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媒体嘛是会甲代志讲做伊朗赢美国，
赢甲足水气的。另外，伊朗指控讲美军去拍荷马珠海峡附近的目标，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若准美国搁要继续安尼死，伊朗会展开报复行动，互原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谈判，即马搁出现变数。若美国是驳回这空袭行动是防御性的行动，目标是伊朗飞弹的基地，也搁有涉嫌报水类的船只。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表示，美伊双方距离初步达成协议，也搁爱几啊天的时间。双方目前就延长停火，重新开放荷马珠海峡。伊朗核计划代志继续吹潮。若伊朗是拍拼争取，想要将240亿美金海外资产改动这件代志写入去备忘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6伫联合国表示，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等等的国家继续参详，嘛支持美伊双方继续吹潮。嘛讲中东的问题是年久过深粒入出来，毋过若是有通谈判，就会使向前行一步，加一个和平的希望，减少一寡平民的伤亡。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韩国3000员工48000人放调是要罢工18天，目的就是要争取更较好的薪水待遇。这阵劳资是已经达成协议。目前 AI 当咧请，所以讲上关键的竞聘部门，有的员工是当分到好代表1300万的奖金。三商电子两大工会27以74%的支持率通过一项薪水加奖金的协议，化解48000位员工本来按算18天的大规模罢工危机。三商的股价是大起，虽然罢工结束，不过分奖金所伫内部引起分配无平均的争议。因为全世界 AI 技术建设投资真多，政府部门真趁钱，所有员工会当摕到差不多是一年薪水50%的现金奖金。迄伫上侪记忆体晶片部门，一个人分阶段摕到营业利益10.5%的另外股票的分红。绩效较好的员工可能会当领超过4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1300万的奖金。不过，晶片代工也有消费电子这寡其他部门的奖金是差真多，互一寡基层的员工讲真失望，心情真歹。三商主要对手 SK 海力士，同款因为 AI 热潮，27的股价也大起，市值第一遍超过1兆美金。第5个吹打三商了后，成做韩国第2、亚洲第3间调研企业。南韩的股市成做全世界成长上强的股市之一。去年的起榜76%，今年刚刚起榜有98%。27韩国的综合国际指数收伫8228点，搁再创历史新高。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这逐工手机啊野条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会是有一份上新的报告，讲这社群媒体对囡仔的危害是未比食薰较轻。医生就警告讲，长期若是去接触到受薰甲暴力的内容，恐惊是去影响到心理健康。目前英国政府是按算要修法，目标是要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会上新的研究报告警告讲，社群媒体对囡仔和青少年的危害，是当和食薰也是无下安全带来比。接受问卷调查的454个医生，有一半表示讲，逐礼拜伫因的门诊至少会有一个因为网络的内容受到精神痛苦，也是伤害身体的囡仔。医生发现讲，因为常常去接触到受薰会调到，也是互人真痛苦的内容，即摆已经愈来愈侪囡仔变甲真激进。15岁尼古拉乌伫2022年的3月，互发现讲伫家己的房间内昏去，紧急送病院抢救了后嘛是无效，经过法医判定是惊低落死亡。尼古拉乌的父母检查伊的手机啊，发现讲因的后生是当互网络平台和游戏操控和威胁，得起各种危险的挑战。英国首相史凯尔26是含真侪因为社群媒体失去因的囝儿的家长来会面，这个家庭悲剧嘛，互史凯尔立场出现转变，对本地反对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改作支持采取更较强烈的管制措施。不过政府会安怎推动相关政策，史凯尔目前还未提出具体的方案。Consultation will finish. We will then act and we will be decisive because it's absolutely clear to me that we need to take action to protect children and we can act quickly. 家长团体送交予政府的陈情书内面指出讲，社群媒体造成的危害，唔那是包括网络暴力、自伤的内容和危险的挑战，嘛涉及饮食失调、困眠无够，这系身心健康的问题。不过，毛科技顾问公司的分析师认为讲，若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恐惊会互未成年人转向监管国
搁较少、风险搁较悬的网站，建议政府改采年会分级的制度，限制使用时间，也是一寡功能的权限。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美国 NASA 26公布一份月球基地3阶段计划，头一阶段是甲民间的航太公司买登陆器、地形车、无人机等等，目标是今年秋天升空，去了月球，甲这地貌记录落来。NASA 要拼伫咧2029年穿落任进前，搁送人类就月球。过一年2030年伫咧月球起基础设施，2032年就要互人类会当住伫咧月球。美国太空总署署长艾萨克曼日来召开记者会，除了说明月球基地3阶段的执行时间表，嘛宣布第1阶段的月球基地计划采购内容，包括月球登陆器、月球地形车、加无人机这些设备，分别由那些起源在内的4间民营航太公司提供。整体计划以2026年秋季开始到2029年，透过25届发射任务，陆续把这些设备运到月球。Now, Moonbase 1 will be the first privately funded lunar lander mission in history. The Blue Origin Mark I Endurance lander will deliver multiple payloads to the Shackleton Connecting Ridge, a strategic area of the lunar South Pole. Moonbase 2 and 3 are targeted to launch before the end of 2026. Now, these represent the first of more than a dozen missions we expect to announce through the balance of this year as we return, build the base, and never give up the moon again. NASA 全速推进月球计划，除了希望赶伫总统川普2029年卸任进前，和美国人搁登陆月球，更较大的企图是超过中国。中国计划伫2030年进前派人登月，25新洲23号早发射成功，加3太空人送去天宫太空站，其中1个人会停留1年，渴望创下中国留伫太空上久的纪录。依照 NASA 的规划，美国伫2030年进前会伫月球建造半永久性的基础设施，包括核能甲太阳能发电设备。2032年进前实现人类定期甲常态化运作的目标。With Moonbase, Artemis astronauts will stay longer, explore farther, and conduct the kinds of science that advances exploration itself, understanding how humans operate off-world, how we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how we prepare for Mars. NASA 的太空探测任务完有新进展，做过超过40亿美金的罗曼太空千里镜，有比哈勃近1000倍的扫描速度，会当帮助科学家观测宇宙暗物质。计划伫9月发射，展开5年的观测任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明仔载再会。